继续来看，有一个太太穿一双已经买1年半的皮鞋来出门，结果去掘到胸坎仔掘来削断，伊认为皮鞋无够防掘，转去告这个皮鞋的厂商。法院嘛认为防掘确实是做了无够好，所以判赔48万。鞋仔厂商不满，要继续来上诉。买鞋仔到底要安怎来鉴定？讲上界关键的是鞋仔底的材质。也毋过也是要提醒乡亲，无迄种会当100%防掘的鞋仔，尤其是落雨天出门，行路爱真细致。湖林人手掼甲大包细包行出社区，突然间煞骨倒去，很痛啊！经过一番挣扎以后才爬起来。医师就跟我讲说，你这个要开刀，那我就这样子出院开刀了。湖林人真生气，认为是皮鞋无够防掘才会摔伤，伊告到法院去，要求鞋商爱赔97万。地方法院认为这鞋仔无充足的防掘的能力，安全性不足，互伊绊倒，这是有因果关系，判鞋商爱赔48万。一个是鞋子的后脚跟，你把它放一个突出物在那边，产品的特色的需求，当做你是会呼吸的空气鞋。那这个是我认为是不良的设计啦。我们认为说，法院所采取那个防滑性的标准是不合理的，那我们遭判决后就严议上诉。袂少人买新鞋了后，伫鞋底面有加装一层防掘的，以鞋的种类来分，护鞋、登山鞋、橡泥材质的，是适合伫个无平的地面、甲湿湿所在行路。伊的防掘力上好，运动的鞋底面大部分是泡棉的材质，纹路侪，嘛有一定防掘的功能。若是皮鞋的鞋底面经常是无纹路的，用牛皮防掘的效果上歹。无论安怎，这防掘的效果更较好的鞋啊，伫落雨天嘛袂当100%防掘。啥物场所穿啥物鞋啊，民众家己爱选好势。